那乡亲朋友对广告之後，繼續收聽當做新聞。有連出嚟下個之後點先嚟看到，現在多39日，下個電視從今日開始推出專題報道，讓大家共下關心總統候選人嘅重要政見。嗱，下個將重點選舉嘅立委選戰，今日提醒來看係總統候選人嘅下個政見。國民黨嘅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唔單嘗試對全國最多下個人嘅挑戰者做過演講，還強調自己係突然出現、突然台嘅當地人，下個話唔是當共學幾時為講，對下個事務也當了解。嚟把佢提出嚟，是睇下個政策最重視係年年創新，同時經認為下個種產業嘅發展政策比對手蔡英文更加重視企業嘅平衡發展。失望只有客家行商當出現嘅來搶客家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同縣民互通將會先講客，表示其老客家鄉親同親。係啲苗栗嘅鄉親係真正最鍾情鍾意，也最支持國民黨、最支持國民黨嘅鄉親，大家講咗冇？啲台黨口號喊到太馬上，啲台下係同鄉親共下擂茶，展現其親難嘅用嘅。唔過對港人選舉過後，也從現在其安用為大，朱立倫看起來已有其自家想法。我打的是安定牌，我只是說很確定的一件事情，只要我們政策能夠延續啊，我們整個經濟能夠發展，農漁也能夠發展。大家最重視嘅就係兩岸嘅和平，大家講錯冇？錯。啊，我們一定要拼經濟啊！台灣只要能夠和平，我們就能夠拼經濟。就算遇到客家莊講嘅係兩岸愛和平、經濟愛發展，到現在搶存前面3禮拜，朱立倫總算講出其前從事年年傳承也紅嘅客家政見。佢進度嘅候選唔會講合法，年輕世代很多可能因為家庭的因素，也可能因為學校的因素。那社區的因素等等，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提到客家政策要從家庭做起，然後學校，尤其進到客種客家種嘅學校，一定要推動公合化。總統好，總統好，總統好，總統好。這批來到新竹公布嘅客家政策，朱立倫想用實際行動來表示其對客家重視。面對亞波嘅假對手蔡英文同3萬嘅來搶客家票，朱立倫講其完全做唔會少，認真經營為其對客家經營唔係到選舉嘅時節張外重視。那我們用平常心，然後第二個，我們用真實的呈現出我們的政見，讓民眾看出國民黨跟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朱立倫跟蔡英文是怎麼樣不同的選擇。最早講唔係第一，唔過朱立倫嘅客種產業經濟政策同蔡英文同有相並意思。佢提出嚟5大客種龍頭規劃，強用咪係用企業整合嘅概念，用客家菜地特色來做重點，結合觀光休閒嘅方式，為向民眾遇到客家種，每位大客家行到軌跡。我們客家產業，我非常重視的是每一個地方有它的特點，而且台灣是不分南北，不分東西。即便是東部的台東同花蓮哦，也有進到客家鄉親哦。那他們的種米非常出名啊，用米食文化來推動。強調自家自細喺桃園客家莊出世，一直到大。先前未試做過桃園人種，從其同客家互通同道。朱立倫講，佢懂清楚，未懂從事客家未來為用嘅發展，喊出為老台灣打造做世界客家前途嘅口號。你希望客家未會係代表台灣嘅其中一個公菜。客家新聞連結成組綜合報道。